身為中小企老闆嘅你，對於跨境支付又有幾多認識呢？以下嘅內容可能可以幫到你慳唔少錢啊！Air Wallet 上個禮拜就公布咗香港中小企專屬指南邁向國際貿易嘅報告，當中指出有69% 企業想專注拓展香港、內地等市場，而59% 嘅企業就更加傾向於海外發展。但佢哋同樣都面對相同嘅問題，就係跨境支付啦。report 入面都有講7成半一啲我哋受訪嘅中小企都係想增加佢哋嘅跨境支付嘅體驗啊，或者增加佢哋嘅 exposure。雖然我哋喺香港好多年啦，但係會見到其實喺跨境支付方面咧，其實好多中小企都係好困擾嘅。咁我覺得誤解其中一個比較多咧，就係因為而家越嚟越多電商啊，或者一啲初創企業咧，佢哋都要可能去俾一啲外國嘅服務商嘅一啲費用，可能要用一啲信用卡或者一啲卡去俾外國服務商嘅費用啦。咁佢哋好多時候唔理解，其實嗰個卡咧，其實當你俾一個外國嘅服務商咧，可能係一個廣告機構或者一個software，佢嘅 subscription fee， 其實好多時候嗰個收費係一個外國收費咧，佢哋好多人唔明白，其實可以免除呢個跨境服務費嘅。咁其實用譬如好似我哋喺 Visa 卡就可以令到佢哋可以直接用嗰個貨幣去找數啦，亦都可以免除佢哋嘅跨境服務費咯。但係好多人其實係唔知道，或者俾人charge咗都唔知咯。事實上，有唔少嘅中小企咧都認為自身已經對跨境支付好了解，但其實咧都存在唔少嘅認知錯誤㗎。陳君陽認為中小企需要學習更加多相關嘅知識，或者係尋找金融科技服務供應商幫手，以面對財務上嘅各種複雜挑戰。我諗係需要多少少嘅教育，會令到佢哋明白其實支付未必一定係淨係銀行轉帳嘅喎。其實而家好多類型嘅支付模式都唔係淨係銀行轉帳咁簡單咯。其實除咗可以跨境支付之外，佢仲係0% 海外簽帳手續費。對於有啲喺海外有好多個部門或者係大量資金要處理嘅企業嚟講咧，就非常方便啦。另外仲設有企業級嘅開支管理功能，方便隨時 check 住啲開支啊。